王母，你将来真的准备还给嫦娥自由啊？这以后的事情，谁晓得呀？也未尝不可呀。哦，对了，这次的事情办得非常好，你放心，蟠桃大会的时候，我给你留一个好位置。多谢王母。下去吧。如果能一辈子看着他，倒也不枉此生了。就是他，他就是我最爱的男人。那就是人间，我就是从那里来的。那儿有山，有水，有花儿，有草。那里阳光明媚，四季分明，那里什么都有。是流星，流星又能怎么样？它再快再亮，也比不上他的剑。我马上就能见到他了。你来了。谁来了？刚才做梦，我梦见你了，梦见你射箭的样子，是天底下最帅的姿势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我怎么看不见？我知道，你就是后羿，你一直生活在我心中。我见不到你，只有一个影子来陪我。我不怪你，这次下凡见的是你的转世。我希望我可以重获自由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了，再也不用每天陪着影子说话了。我多么希望你可以抱着我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来陪我？猫妖，猫妖，哪里有猫妖？猫妖，猫妖，出来！猫妖，二牛，
二牛，你醒醒！二牛，我会给你报仇的，二牛！帅帅哥，帅帅哥，你干嘛这么伤心啊？哎呀，睡觉不闭眼睛，你吓死人了你！哎呦，我这是睡不着啊。哎，帅帅哥，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那天那个梦，可不可以重新再做一遍啊？你等我睡着了再告诉你吧。哎，玩，橡胶苹果水蜜桃，大半夜叫什么叫？哎，帅帅哥，你看今晚的月亮，像不像大叔今天烙的饼啊？啊，你醒醒吧你！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大叔的饼，你能不能想想女人呢你？女人呐，仙女，她的头发好黑好长，而且好亮，她的皮肤呢，就像水一样的晶莹剔透，而且对牛弹琴呢，真是。哎，有办法！喂，你起来！帅帅哥，你干嘛？去寻梦。寻梦？拜托别玩了，赶紧把我们吸上天行不行啊？帅帅哥，你看我们等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喂，你记不记得我们被人抓上去的时候做的什么动作啊？我的眼睛好酸啊，想要流眼泪了。帅帅哥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要去上茅房了。哎，你这混蛋的！喂，你这人走了？上什么茅房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慢慢上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发？为什么发？瞧瞧，兄弟们，好，这箱子里头有1818两，要发呀！啊，哎，要发啊！哎，兄弟，你可得看看清楚，你那是不是有头发丝什么的？我刚才可看见几个美少女冲师傅直抛媚眼，还剪情丝呢。还说什么天师，我好崇拜你哟！你们看见了吗？哎，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，天上2个太阳，这就是我吴天师发财的兆头。财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小子们，这才是个开头啊！往后跟着我，心再狠点儿，手再辣点儿，眼睛再尖点儿，把老百姓身上的油水刮干，榨劲。咱们发财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好，来，今天趁着本天师在兴头上，先赏你们几个银子。来，过来，赏银子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天师，你的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的，我这一拿钱吧，我就想嘘。啊，好，去吧，啊，来，哎，你的。古鬼啊！师傅，
师傅，师傅，有鬼！有鬼！哎，来，别吵，哪儿来的鬼呀？就是啊，就在那边。天师，就在那边，那边。真要是有鬼，待本天师打开天眼搞定他，给你们开开眼界。天师，你看见什么了啊？你过来。我。对，就是你。过来呀！快点！我去！蹲那儿！师傅，走！放下！不是鬼就好，天师，不是鬼就好。跑个屁！是活人更坏事儿了。刚才咱们说什么，他都听见了。你们还想发财吗？你们？天师，就是我们把他杀了，变成真的鬼怎么样？杀人容易，官府要是知道了怎么办？那天师，您的意思是？天师，你慢点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自己不用出刀，借别人的刀害人呢？天师，您说的是借刀杀人？天师，英明高啊！姐姐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我是专门来帮你的。我知道，如果月亮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出现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可怜的大美人，没人陪你说话，没人关心你，你真的很需要我的。姐姐，你终于出来了。神仙姐姐，你听得见吗？我呢叫帅帅哥。如果你听得见呢，我每天晚上都来陪你说话，好不好啊？或者带你回家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有办法了，我回家去拿一个洗脸盆来，然后把你呢和月亮一起带回家，放在我的床头，日日夜夜看着你，好不好？你等我哦。我马上就回来啊！成，你怎么会都不记得了呢？我才是那个跟你海誓山盟的人。吴刚听令，臣在。人间10个太阳同挂空中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朕特命你下凡，射日救民。遵旨。天崩地裂也不后悔。射日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你不怕天庭派人来抓你？一切都没有你重要。以前我一心想做英雄，想射日，但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不重要。与你长
长相厮守才是我毕生所愿。后羿兄弟成了英雄，我得到了你，我觉得我比他幸运。来，吴刚，你竟然置朕之命令于不顾，贪恋女色，竟然连射日之重任都抛之脑后，有负天下，罚之于桂树之下，永不释放。民女嫦娥，红颜祸水，你勾引吴刚，使其荒废政务，至人间，受10个太阳暴晒之苦，罚喝忘情水。走，快点！快！嫦娥，我是吴刚啊！我是吴刚啊！嫦娥，起来！嫦娥，走，放开我！快走！你给我老实点！放开我！嫦娥最近好吗？他要下凡去了。什么？你胡说！嫦娥心里面只有我吴刚，她怎么会抛下我去凡间？哎，吴刚啊，女人呢都是水做的，她们的心思真的是猜不透啊。而且你别忘了，她已经喝了忘情水，她早已经不记得你了。哼，不过可惜她爱错了人，现在已经被打入广寒宫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改变这一切，我要重新活一遍，我要跟嫦娥一起下凡，我要射太阳，我要做英雄，我要让嫦娥重新爱上我。我要改变这一切，我要重新活一遍，我要跟嫦娥一起下凡，我要射太阳，我要做英雄，我要让嫦娥重新喜欢上我。天界各路神仙都注意了，吴刚私自砍断铁链，趁机逃窜，下落不明。天庭正式发出缉捕文书。嫦娥下凡的事儿已经决定了，我也改变不了。你不是玉帝吗？天地之间最有权势的人。那都是唬人的，我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想当初我也不愿意软禁嫦娥，可是禁不住大臣们集体上奏啊。你还有脸说嫦娥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怎么能让她忘了我？我知道你生朕的气。这件事情，朕确实对不起你。可是朕也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嫦娥那么善良，对人那么的好，你居然能囚禁她在广寒宫？哎呀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当年我年少的时候，成天跟一群神仙们谈论古今。可从成婚之后，王母实在是望夫成龙啊，加上她又掌管着蟠桃大会。弄得所有的人都与我保持距离，甚至远远的看见我就得躲开。
免得惹王母娘娘生气。想当年我也有几个知己好友啊，自从过上这种日子之后，简直是生不如死啊。到后来，心怀善意、待人真诚的嫦娥到来，她不懂得天界的规矩，也没有做神仙的觉悟，还是像凡人一样，普普通通的生活，坦坦荡荡。只有她能不在乎我玉帝的身份，能与我谈谈心，能与我说说话。你还在狡辩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完，你听我说完呢。其实我当时看他太孤单了，就想做个普通朋友，帮他驱散痛苦。我其实也很佩服嫦娥的洁身自好和高雅品质，可没有涉及任何的男女私情啊。我确实对嫦娥充满同情，但天庭有规矩，它毕竟妨碍了摄日的重任啊。那为什么王母总说你对嫦娥有情？这，哎呀，真是你误会了。他说的话不可信。那为什么你要用一个影子去陪嫦娥？这你也知道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只是觉得嫦娥孤老广寒宫，怪可怜的。我就变出后羿的影子，让后羿去陪他。你这是乘虚而入，用自己的影子去接近孤单的嫦娥。你，哎，等等，别动手！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影子放在嫦娥身边。我放的是谁？说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说。我放的是后羿的影子。你胡说！嫦娥怎么会依恋后羿的影子？明明就是我！哎呀，真的是后羿？为什么不是我？我一直认为嫦娥的真爱那就是后羿呀。明明就是我。这件事已经不用再多说了。如果不能取消嫦娥下凡的任务，就让我陪她一块儿去。这个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。说。此次天有2日，乃是因为乌狗精擅自下凡所致。不如我给你一个秘密任务，下凡去捉拿乌狗精。我说吴刚啊，你觉得如何呀？只要能与嫦娥一起下凡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吴刚，吴刚，快跑啊！胡闹！来仙呐！站住！来仙呐！哎呀，我的好夫人，你要逼死我呀！我看你别胡闹了。来仙呐！来仙呐！哎呀，你不要逼我！我看是你在逼我吧？哼！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年的事情我一清二楚的。想当年，你闭嘴！怎么回事？这儿没你们什么事。下去吧。是。玉帝，刚才你还想说什么？其实，大英雄的称号本是吴刚的，要不是因为你的小动作，现在的天庭大英雄那就是吴刚。就是你，一意孤行爱面子，所以才利用我。我利用你？笑话！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能在英雄比赛中胜出？你怎么了？没话说了吧？你要是真想当圣人，可以啊，让出你的荣誉，让给吴刚。好了，不要再谈这个事情了。无论如何，吴刚是天庭大英雄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被锁在桂树下，那已经够苦了。
这次就让他跟嫦娥一起下凡吧。如果他们有缘，能够再续前缘的话，那也是一桩美事嘛。你说呢？你要我说什么？我看这事啊，我还是别管了。大叔，你回来了，来给我吧。又没打到水啊？废话，打到水能这样吗？赶快叫那揽货啊！带上那个所有的家事，盆盆罐罐去祭坛。又去祭坛？那鬼地方，打死我也不去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今天是求雨的日子，钱都交了，你敢不去？哼，最起码也要让大家看看这天下第一饼的武大叔，我又站起来了。啊，哼，把那个懒猪叫上，叫他帮我。大叔，昨天帅帅哥心情不好，说是伤心了，死去活来的，恐怕去不了了。伤心？丢命也要去？啊，他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先饿他3天，你看他起不起来？哼，你快去啊！啊，快去！站住！谁是二牛帅帅哥呀？跟我们走一趟，今儿个祭天，天师要重用你们。哎呀，天师要重用啊！哎呀，这还了得啊！二牛啊，这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呐！哎，这位大爷，要不要尝尝咱们小店的烧饼啊？去，没工夫跟你瞎磨蹭。那个呢？稍后。二牛，快去把那个死猪叫起来！哦，快去啊！快去啊！快点！帅帅哥，天师叫我们去祭坛。帅帅哥，这么烫，8成是发烧了。帅帅哥，我先给你打杯水喝啊。那头猪呢？那头猪呢？二牛，那头猪呢？大叔，帅帅哥发烧了，恐怕去不了了。什么？去不了了？那抬得把他抬去啊！这关系到天下太平。天师又给了这么大的面子，是不是爷？没错，今儿就算是猪也得给他抬走。兄弟们，去抬！带走！您不能！二牛啊！没想到你小子现在比师傅还有出息呀！让开！回事，快点！快点！没事啊！天师，那2个疯小子已经带上来了。受不了了，实在是。大家看看，他们是谁？
这不是上次昏死的那2个活宝吗？听说诈尸了，果然不假。把他们绑起来！为什么要绑我们？二牛，别怕，天师自有主意，他不会害你的。快走，走。今天，本天师要借你们的童男子之身一用，活祭龙王，请他降雨。这不仅是造福乡亲们的壮举，也是你们立地成佛的好机会。乡亲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做的好事，我们都会记得的。别慌，不要杀我们！大叔，快救救我们啊！天师啊，我家二牛是个好孩子，从小老老实实，他没得罪过什么人呐。昨夜龙王托梦给我，指名点姓让这2个小子做药引子。因为他们的八字实在是天造地设呀，臭牛害猪，肝胆相照。大家说怎么办？烧他！天师啊，不能烧他呀！天师啊，天师，天师啊！捐钱了，捐钱给龙王秋雨。天师，有多少出多少，每个人都得出。来，有多少拿多少啊！乡亲们，来捐钱了，快点，每个人都得出。来，有多少拿多少啊！帅师哥，快醒醒啊！他们要烧死我们！帅师哥，你醒醒！天师要烧死我们！为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烧死我们，百姓会给他钱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？怎么会起火呀？啊，我在哪里啊？我在哪里啊？我刚刚不是在睡觉吗？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先把老家伙抓起来再说。放开他，不要打我大叔！二牛，想让我放你大叔可以，先让他住手。帅师哥，不要再打了，再打大叔就没命了。喂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啊！你这个小胡子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简单的很。老老实实给龙王当药引子，求下雨来，是你们的功德。哈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求雨而已。我告诉你，龙王的女儿是我的老朋友，求雨这么一丁点的事情，用不着打打杀杀的吗？吹牛不上税呀！乡亲们，你们谁相信他？不相信！不相信！随便你们相不相信。我跟你讲啊。猫妖就是我收服的，我再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就去龙宫，我让龙王他下雨，他就马上下雨。好，既然如此，
我给你2个时辰，求下雨来还则罢了，否则你的兄弟就得下油锅。不用那么久，1个时辰就够了。帅哥，我信你，你去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碧水珠啊，你快点出来啊！哎，早知道我就不放那么深了。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哎，老兄，啊，对了，可不可以借你的东西挖一下耳朵啊？我有些东西要拿出来。哎，这不行。不过我有办法，站直了，别趴下啊。哦。哦，啊！这么大力！想不到你这个耳垢还是个宝贝啊！哎呀，我还真的要谢谢你啊！我以为是塞在这边了，原来是塞在这边的。谢谢你啊！哎，话说回来，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呀，我去龙宫啊！啊，龙宫？你去龙宫做什么？哦，替人做亲，保媒拉纤啊！做亲帮谁做亲呢？啊，这个啊，南海龙太子啊，单相思求到我家师傅月老门下。这月老呢，这2天拉肚子，就让弟子我替他走一趟。哦，喂，老兄啊，南海龙太子他到底看上谁了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哦。我家师傅月下老人说啊，婚姻天机不可随便外露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东海龙王的3公主小龙女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玩到大。我叫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走，慢慢说，看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走了。这去龙宫的路你熟吗？哎，没问题，相信我啦。你去找南海龙王，向他们借一点南海的水。他们那儿连着南极，有的是冰山雪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父王，借水放水，对不对？咱们去向南海借一瓢水，再到人间收10两银子，这生意稳赚不赔哎。说什么呢？现在2个太阳是越晒越起劲儿，再这么晒下去，虾兵蟹将、大小水族都会被晒成干儿的。那父王的意思是，赚钱不重要了？钱哪有命重要啊？现在关键的是，南海那边能不能痛痛快快的把海水借给我们？哎呀，父王放心吧。哎，那个南海龙太子啊，对我们小妹很有意思。我们放点小风过去，保证他们立马就派人提亲了。好啊，如果真能那样的话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那办什么事情都方便了。禀报龙王，南海派人来提亲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快有请！哎，别急，父王别急，这个买卖咱们可得调高来做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会会他，咱们呢，先摸摸底，把风，再见他也不迟嘛。好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你回来做什么？我担心你嘛。担心我？是啊，担心到心跳加速。要不要看郎中啊？还没那么严重。哎呀，周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我说过，只要你病好了，就是天涯海角，我要跑来看你的。周哥哥。
哎呀，哎呀，三公主啊，那玩意儿你已经玩了980遍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呐？哎，南海那边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要见你呢。哎，赶快收拾收拾，有人来提亲。哎，你父王要见你。提亲？啊？谁要提亲啊？哎，嘿嘿，就是那个南海的龙太子。那个大鼻孔啊！我记得当年啊，我用一个鱼钩勾住了他的鼻子，之后又拖着鱼钩四处走的那个吗？他还有脸来提亲？我才懒得理他。那个三公主啊，那你还得先过了龙王这关呐。小龙女，我回来啦！哎呀！他真的回来了！他真的回来了！他说过他会回来的，他真的回来了！龟丞相，你去看看，他真的回来了！怎么办？龟丞相，你快点躲起来！啊，不，哎，你从窗口跳下去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！你等一下，千万别提提亲的事啊！你知不知道？他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你还是随我去见你父王吧。不行，我叫你不要提提亲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你快把我折腾死了，真是一段孽缘呐！哎呀！我的鼻子怎么了？我鼻子长得高吗？你刚才一关门打到我鼻子，你不知道？哎呦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呀。担心我？我担心到心跳加速。那不行啊，那得找一个大夫吧。啊，不用，没那么严重。怎么台词全都说反了？喂，小龙女啊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个约定啊？什么约定啊？你跟我讲过，如果我有什么事，你一定会帮忙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很讲义气的，人家给了我一张饼了，我就会还他一条命。现在呢，我有个兄弟叫二牛，他大难临头了。如果午时3刻天不降雨的话，他就凶多吉少了。快带我去见你父王。他最近有没有提到过我？你就是想说这些事啊？没其他的了？没有啊，还有什么事？就是说，那其实你不是来找我的，是找我父王的。哎呀，那不会不在吧？不是。不是就好啊，立刻就去。救人如救火，不能再等了。走走，走吧。喂，我父王现在很忙，现在正在见客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去找他，你在龙宫外面等我的消息。尽快啊。先生，请喝茶。您坐。先生啊，你们这么每天天上人间跑来跑去替人做媒，那你们自己怎么办呀？二公主，那个姻缘呐，那从来都是由天定。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一切缘分都已早早记录在我月老师傅的姻缘簿上。簿上有的，那自然是时来运到，佳人入报；簿上没有的，挖空心思那也是枉然。我们不过是跑跑腿而已。先生，那
能帮我查查我的归宿呢？这个，照理来说是不允许的。不过，二公主可不是凡人呐，金枝玉叶，想必有大好前程啊。先生，其实吧，我的要求啊也不高，就是想找一个像先生这样英俊潇洒又文质彬彬的人作伴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二公主言重了，我又何德何能啊？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。二公主請講。你說這譜上的鴛鴦啊，有千萬，卻由月老一個人定啊？對。那要是一不小心拉錯了幾條，可真不容易察覺出來啊。二公主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慢慢就會明白的。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回来啊？小笼包！小妹，小妹，这不是朱公子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真是稀客。这小妹金屋藏娇，自己却不见了。他帮我向龙王求雨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要是求不来雨，他就死定了。哎呦，朱公子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通知我一声，好歹我还能帮上忙，对不对啊？不好意思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小妹走多久了？走了很久了。哎呀，救人要紧呐，朱公子，你真是一副菩萨心肠。哎，是不是很想知道结果啊？嗯。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保证你马上就能听得见。好啊。走走走。快快快！哦，这是哪里啊？你不用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呢，你想听见什么，我就会让你听见什么。啊？喂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一点点声音都不能发出来。要是被我父王发现，你就死定了。他最讨厌别人偷听他讲话了。嘘。如果不是你，如果你不是小妹的朋友，我才懒得管呢。谢谢你。这样就好了。你仔细听，慢慢听，好好听啊，好好听。父王，人们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东海茫茫，弱水3千。朱哥哥，他只要1瓢，这都不行吗？我们给他的东西还少吗？就连3块1000年的寒冰都让他享用了，他还想要什么东西啊？小妹呀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海水都快煮成1锅粥了，爹现在是忧心忡忡。就差一点就皮开肉烂了。如果南海的冰水再不来的话，东海也保不住了。哎呀，父王啊，我知道孩儿不孝，不能为你分忧，可是周哥哥真的很需要帮忙啊。现在父王更要你帮忙啊！只要你乖乖的到南海走一趟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啊，别说是猪了，牛羊狗马、鸡鸭鱼鹅。都可以求雨啊！啊！爹，那头死猪又来找我了。哦，那他有什么事情你就答应他呗。
才不呢！爹，你忘了，他差点把我给害死。我真不明白，他怎么还好意思来找我，好像要来定一辈子似的，真是厚颜无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爹听你的。哎呀，爹啊，我不好意思拒绝他，可是我又不想帮他，烦都烦死我了。可他好歹是你的朋友啊，你就将就将就他吧。朋友？我才没那么笨的朋友呢！早知道他这样，我躲都躲不及。更何况，谁会愿意认一只猪做朋友呢？那你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？交代容易啊，父王，我就装作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把他打发走就好了。他很容易骗的。他真的那么容易骗吗？对呀，他很容易骗的。像他这种自作聪明、自作主张又自恋的猪，最容易骗了。你个小笼包，我还当你是朋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有眼无珠。喂，你不能小妹了。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他了。猪哥哥，猪哥哥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才对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以后的事都不关你的事，你以后也别想再管我的事了。我没有不关你的事啊。你还狡辩？你以为我很好骗？我从没有骗过你。好啊，那我要借的雨呢？父王说我们东海的水都发烫了，还说雨水要到南海去借。你别急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想办法？南海借水？你不要再演戏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算是渴死了，也不要你们的雨水。猪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我？你这个小笼包！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，哼！小龙女，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呀！我回来了。你又回来干嘛？我来听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别再骗我了，你的事儿我全都知道了。你知道有人跟我提亲了？猪哥哥，你不要生我气。我呢，才不会因为这个误会你。我生气呢，是因为你不坦白。我们两个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真的吗？你真的不生我气？当然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猪哥哥会原谅我的。三公主，那个呆子还真动气啊，把你送给他的宝贝给扔回来了。他连碧水珠都不要了，那他永远也不会再来东海了吧？唉，也许等他那天淹死了，我们还可以见到他的尸首。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这叫自作自受。碧水珠扔了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没戏了，没戏了，还是自逃生路吧。帅哥，我信你，你去吧。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
二牛兄弟，明年今天，我一定会到你的坟上给你烧纸钱的。像他这种自作聪明、自作主张又自恋的猪，最容易骗了。都怪我自己不好，香蕉、苹果、水蜜桃，这样就骗了兄弟。哎呀，怎么还不下雨啊？老天爷下雨吧，赶快下吧！这怎么活呀？怎么还不下雨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时辰已到，大家都看见了，骗子扔下朋友不管，那我们就只好把它当作祭品献给龙王。请他老人家好心给我们下点雨了。点火！啊，天师，天师不能烧他，天师不能烧他呀！我求求你了，天师啊！啊，天师啊！哈哈，天师不能烧他呀！天师！三公主，你哭不得！三公主，你哭不得呀！你这么一哭，东海的水会越来越少的，那小鱼小虾也就没处逃命了。我帅帅哥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二牛兄弟你运气好好啊！雨终于来了。